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7月23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丁雅纯。新北医生来关心新北市有烤地油的业者自主通报讲，因的产品验出致癌物质苯苯比超标，卫生局已经要求将这产品全面落价回收。卫生局接获联进公司自主通报，其生产的苦茶油检出苯偏皮不符规定。那卫生局今日会同食药署前往稽查，该批苦茶油共生产5024罐，其中有机苦茶油以及统一生机初榨苦茶油，分别于棉花田以及统一生机健康有机超市贩售共939罐，那已命业者下架回收，其余产品均未贩售并予以封存。那为确保产品品质安全，卫生局命业者自即日起暂停作业及停止贩卖苦茶油产品。联进公司自主通报讲，因的烤地油验出苯苯比超标。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已经有派人去稽查，启动落价回收的机制。因为卫生局也提醒民众，若是有买到共这批有问题的产品，会当去甲联进公司来联络退货。因若是药师嘛有到场来抽验5件烤地油的产品，看检验的结果，才过来依法办理。这中联油脂的油大性逼出问题，卫福部讲，即马是有19批油甲相关的产品，目前检验合格，是会当搁再上市。也毋过，都有地方政府来反对，表示讲袂对咧做。因为卫福部长赵忠良就强调讲，这拢是有科学证据的。总统大清地也讲，是安尼问题是无份纳力，中央甲地方拢得爱依法来分工合作。院长怎么看韩国瑜725也要上台的？院长怎么看不少？预算审完了吗？对媒体问讲，705将开多一批看法，行政院长杜英台问讲有算信袂？有问题由安怎来处理？检查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伫中一批呼吁，无分国民党、民进党、中央地方斗阵合作。现在食药署也要启动独立第三方茶厂调查工作，食安问题没有蓝绿，必须中央和地方依法分工合作，才能确保民众食品安全。地方县市首长努力的把关，不但没有得到中央的支持，没有清楚的政策，甚至于打压他们、扯后腿。调解主席胡妈也来立法院维权委员会再起对着问题油形成原因、流向甲未来具体改进做法，要求相关单位进行专题报告。在野党发动2项临时提案，要求先公开防各农油标准调整依据，也有问题油无查明流向甲正常进程，袂使互问题油搁再卖。开会3分钟休息啊！你是用什么表决来休息？为着是毋是先处理临时提案挽起来，最后是用表决，会再继续开。也若卫福部宣布4月到6月有风险回收的产品内底有19批会使去卖，引发疑问。台北台中是讲别搁提出来卖，也若高雄市长陈其迈也讲应该甲真相调查清楚，才使提出来卖。对此，卫福部长赵忠良讲，这是有科学根据的。这个都是按照我们的科学证据跟我们的调查结果检验的报告，那么所做的这个确保，所以这些商品是安全的。赵忠良伫批询时，搁再讲到，这个事件是不肖厂商伫代志发生时稳装起来，即阵变真歹收买。行政议会23会讨论食安法修法，强化食安管理机制。记者综合报道。针对这沙拉油出问题，经济部受找做罐头、做糖仔饼的工会，也搁有连锁餐饮业者等等来座谈。有业者就表示讲，因当咧找替代沙拉油，伊毋过即马计数那像开始互人化关去啊。经济部就表示讲，已经有甲3间的业者来协调，当咧加强生产沙拉油，目前库存嘛无问题，而且用到有问题油造成的损失，经济部是来协助工会讨赔偿。当然，问题油品咱是刊登一大堆下游的食品厂，而且刷落来中元节、中秋节都是食品厂的大月，惊市场有变动，各大业者是真烦恼。公布的慢了一点，那换了一个牌子，结果过2天可能又公布说这家也有，就会有影响。目前合格的一个油品，对，但是现在忽然之间现在就是缺货嘛。像美食家的沙拉油会涨价。根据了解，中年油品占国内市场有35%。在代志发生了后，真侪下游的业者当地紧急找代替油品，市场所传出乌白起价销的状况。有厂商讲，进货大豆沙拉油已经出现13%的起伏，甚至是开始叫无货。还有一些库存，都基本上来讲的话，到8月份应该是没有问题哈。他们也愿意了哈，就是愿意配合政府，就是说
额外的从国外进口这个出油的部分来做一些精力。经济部第2日下晡和罐头工会、汤饼面工会等食品业者来座谈，强调已经和大统一、东辉和大同等3间油品生产者协商精神，嘛调查顶油目前库存无问题，嘛无起价，应该避免惊吓性的心理误解。损失很大，而且整个出货的运作啊都不顺啊，要给客户的罐头没有办法出去啊。真正因为经过预防性度价回收，真侪业者的产线是受到损失，嘛有食品厂商提出集体求偿的要求。经济部对这表示讲，工会若发起集体求偿，会提供相应协助。另外，若业者因为安尼出现资金周转困难，嘛有申报机制、手续费减免等等，希望帮助业者来度过这样风波。记者综合报道。我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是大暑，是一年内底上热的一天。气象署是继续来针对全台湾13个县市发布高温的资讯，包含湘北、桃园、中南部甲华东唱国地区会热甲超过36度。今仔日全台各地也是好天烧热，高温普遍有32至35度。北部、中昼的体感温度是会达到41度左右，提醒观众朋友得爱加啉水、防晒日，避免着晒。因为过到这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拢会较高落阵雨，尤其山区得爱注意有可能会落大雨。气象署是表示讲，伫咧菲律宾东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 TD13，上紧伫咧今仔半暝地正做今年的第12号风台红霞，有可能拄啊形成，咱就随来发布海上的警报。不过应该是无啥可能会来发布陆上的警报。预告伫咧拜5、拜6，这风台会上接近咱台湾，到时阵各地拢会较高落雨。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湾的天顶即马要真清气，无啥物云。不过气象署拜三指出，菲律宾东边海面的热带扰动，咧下晡2点已经变做热带性低气压 TD13。气象署预估上今礼拜是深夜，热带性低气压可能会变做轻度的风台红霞，拍算会发布海上警报。不过发布陆上警报的可能性无悬。在台湾大概鹅銮鼻东南东方的热带性低气压，它稳定往西北西朝吕宋岛以北到巴士海峡这一带移动，所以整体对流的发展之下，它有机会慢慢增强到轻度台风的强度。周5、周6这2天会通过巴士海峡，并进入东沙岛以北到台湾海峡南部这一带的海面。气象署表示，拜四进前要是烧热的好天，过到了后会落西北雨。这个热带性低气压也是风台，伫拜5、拜6我台湾上近，对咱的影响较大，各地落雨的几率真悬，尤其是正方面的东部、南部甲恒春半岛。周5台风大概在画面手指的这边，大环境偏东风到东南风影响之下，花东地区恒春半岛开始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出现。周6这天相对而言是降雨最多的时候，迎风面的花东、恒春半岛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气象署表示，到礼拜，这个热带性低气压也是风台，就会对中国起啊。不过这2天，要阁继续观察风台的发展，包括结构的变化、强度的发展、行的速度甲方向，拢会影响到路线甲时程。气象署也提醒民众，要随时注意风台的资讯。记者郭玉琪、谢桂玲台北报道。今仔日的报道写啥物？咱先来看《中国时报》。美国总统川普宣布讲，要对进口的药啊扣100%的关税，过当年阁要扣到200%，可能是会去影响到全球的供应链。药界就表示讲，台湾的药啊8成拢是靠进口，应该就要提升国产药的比例。过来是自由时报，民航企业的吹粉5月封验出有假传，新竹市府是到这个月才来公布，已经落价回收800多包吹粉。不过，有议员指出讲，新竹市也阁有34间学校是用民航企业的食材，恐惊受涉案的记录。落尾是联合报。高雄的后岩溪最近有大量的鱼仔死亡，环保局管理是认为应该是高温造成的，也毋过扩大稽查了后是发现讲有5间企业是违规来排放废水，污染到这条溪，已经依照废清法来开发，限期就要改善。
再来关心进前8位洪台是升等苗栗的男装去到这个石壁鹿场部落的车路是拢总绑起，拢总变做一片山崖。损害较上严重的，一就是这个301龙路，这也是起亚产地的重要车路。目前敢若会当靠流浪来运送物资，也是对山壁来开一条简单的步道运送物资。对面的人所要求的向这边野酒，看起来离真近，无镜头一日震动，人已经细心到强要看无。这是苗栗县南庄乡301龙路，进前包围风台的风头好强，互301龙路变作大帮壁。在地部落的族人除了设置干边的流浪，嘛车手伫旁边挖一条简单的步道，要来运送物资，不过看起来是足危险。因为路基啊全部掏空哈，而且是几乎90度的封闭啊，自己用小锄头开路有没有？可能大概只有20到30公分这样子。你现在看这样很像很小，其实你要靠近的是一大片这样，对啊，很可怕啦。苗栗南庄往石壁鹿场顶部落的通路，因包围风台造成几台崩山。鹿场部落是天气重要的产地，敢会当靠301龙路送出来。加上部落的民众嘛需要日常物资，再想办法车手来补路。另外，鹿山部落嘛是路袂当行，同款是车手去清理路面的土石，初步把路拍通。301农路上面，我们厂商也有进去里面清，只是那个崩塌地，整个路基也都没了哈，整个崩塌。他们有用那个绳索。是。绳索的，然后他们就是慢慢用人力凿出一条比较便于行走、安全。南庄乡公所希望县政府会当赶紧协助301龙路来抢通，另外包围风台嘛递到苗栗在线石壁桥桥墩崩立。目前县政府工务处养护单位已经用沙石保升到稳固。现时石壁桥已经会当通车，不过限动10栋以下，时速30公里。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换来看国外，今年1月，互美军押去美国的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翁仔某因2个人涉嫌毒品、恐怖主义等等4大罪名，会伫咧明年6月初1正式来审判。若做这罪名有成立，相当可能在规世人拢坐监。马杜罗翁仔某坐伫风大车队，7月2日审情听证会结束，离开纽约曼哈顿南区联邦法院，要登去布鲁克林拘留中心，沿路慰安兼加戒备。进前，马杜罗甲太太弗罗雷斯是穿一领黄色的衫出席听证会，针对马杜罗翁仔某毒品、恐怖主义、错误向美国输入酷国机、使用火灭武器等4项联邦重罪，法官是宣布2027年6月初1正式宣判。欢迎外口大阵的民众，有人是摕票据支持马杜罗，也有海外委内瑞拉侨民认为马杜罗有罪。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have the interests of the Venezuelan people in mind. All it wants is the oil, it wants the natural resources, that's all it's interested in. And our government should not have the right to go in other countries and kidnap, elected leaders and bring them here for a sham trial. Nosotros si somos venezolanos reales, entonces nosotros no estamos a favor de Maduro. Nosotros queremos que Maduro pague por todas las cosas que hizo en Venezuela. 美国总统川普一再强调，马杜罗不是合法的总统，伊是一个大毒头。美军今年1月发动逮捕起诉，是一场比较的外科手术执法行动，就是要阻止大量的可机流入美国，毒害美国人。所以马杜罗来接受美国法律的审判。马杜罗的律师是以国家元首合并权、美军非法绑票做理由，要求法官撤销起诉，也讲美国冻结资产还无法度纳这条大条的私人律师费。川普政府是强烈反对，坚持马杜罗不准动用到任何受到美国制裁委内瑞拉政府的公款替家己辩护，敢会当用因家己的个人资产。最后，若准讲马杜罗这4项重罪，只要任何一条互人判有罪，相当就是要判关一世人。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美国8月19开始要甲加拿大几啊项商品扣50%的关税，这是引起加拿大政府的不满。安尼两国的关税战争是愈来愈激烈，那是影响到供应链甲市场的信心。本地两国之间合作的大桥要来举办庆典，说互加拿大政府这边来取消。即马两国的政治关系嘛是变甲愈来愈紧张。Canada's been very, very tough on us over the years.
美国总统川普引用1930年代关税法第338条，要对加拿大包括汽车、酒类甲零制品几项商品加扣50%关税，按算伫8月19实施。I spoke with President Trump earlier this morning. We agreed to intensify negotiations in the coming weeks. 对着美国加扣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第二表示讲，正咧研究所有的反制选项和美国谈判。川普是讲了真直接讲，这是针对加拿大长期歧视美国商品的处罚。For many years, and no other president's done anything about it. 美加两国见面，连代表合作的校外国际大桥开幕的庆典嘛受到影响。加拿大不满美国用关税威胁，直接取消两国合办的剪彩仪式，继续限定加拿大人庆祝。When it becomes counterproductive, it does affect manufacturing. 除了加拿大的中小企业主心内不安，川普的关税政策，嘛美国的制造业不止忧心。其中，底特律的汽车产业代表讲，美加供应链互相依赖上百年，这种关税威胁甲经贸无确定性，一定会增加成本，了然布局。We're hoping that as things progress through the balance of this year, things will get worked out. 另外，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定，对顶关税无法律依据了，川普当局实施的10%全球临时关税，第2时就要到期。未代表甲你利益有过讲，真紧就会公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301条款，针对强制劳动议题的贸易措施，对数十个国家实施新一轮的关税。为了降低冲击，南韩产业通商部长金正官第2日出发去美国，会见美国政府国会相关人士。川普政府直接使用中年的贸易工具，恐惊让全球的贸易纠纷愈来愈多。公视新闻苏派宣编译。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甲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伫咧东协峰会场边来进行会谈，双方除了为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要去访问美国做准备，这卢比奥嘛是当面来表达美国无同意中国派海警船来干扰台海，强调双方应该是爱谨慎来管控争议，避免引发全球灾难性的冲突。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伫菲律宾马尼拉见面，双方官员握手翕相，讲到强调台湾议题。卢比奥明确表示，美国绝对无同意中国一直派海警船伫台湾海峡附近巡逻，批评中国的动作强硬，已经严重违背双方的战略稳定精神。We're never going to accept that international waterways are somehow under the control of other countries. We'll continue to sail through international waterways and freedom of navigation efforts of that kind, and we'll continue to live up to our commitments, for example, with the Philippines and other countries in terms of the treaty commitments that we have. 面对中国在区域内不断扩大军事压力，卢比奥针对外界关心的对台军售前调的问题有回应。伊搁再强调美国会协助加强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确保区域平衡。卢比奥表示，虽然美中两国有真侪立场，短期内拢无可能化解，不过强调是爱保持沟通无界。The difficult job of geo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is managing your differences and not doing anything that runs contrary to our national interests, but at the same time trying to avoid conflict that could lead to something really catastrophic for the world. And I think we have an obligation to do that, which is why it's important for us to continue to talk to China, irrespective of our differences. 双方这场关门会谈讲差不多1.5点钟，强调其中一个目的，包括美中双方加强合作，要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访问华府来铺路。公司新闻地为人桂俊林编译。马来西亚对6月开始禁止16岁以下囡仔使用也是注册社群媒体，包含 Facebook、Instagram、TikTok 甲 YouTube 等等，拢总袂当用。也毋过实施1个月外，事实上，这个囡仔也是会当透过修改出世的年份来弄空芳，继续使用社群媒体。马来西亚政府推出社群平台新的禁令。凡是拥有超过800万用户的社群平台，拢必须要禁止16岁以下用户注册，也阁有介绍付，而且要有身份证，也是护照这官方的文件来证明你会。若平台违规，相关会罚代票大约7850万块，而且可能按日来连续处罚。当局虽然设有年龄限制和宽限期，但记者在7月初实测后发现，部分的社群平台仍可以透过修改出生年份，轻易的完成注册，无需年龄验证。我自己也是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我也没有受到影响，朋友也没有。
social media 填的出生年都是我姨姨的出生年份。如果我要用这个东西来学习，或者我要用这个东西来学我要的东西 ，ban 了，我觉得也是我学不到什么东西啊。国际人权组织警告，全面实施年龄严正的做法，可能带来反效果。政府无法度保证这资讯袂互进一步共享，甚至卖出去。马来西亚的个人资料保护法主要是针对这个商业用途，在这个社群平台甲游戏的环境中并无适用。Pemberi perkhidmatan media sosial dikehendaki memastikan proses pengesahan umur mematuhi undang-undang berkaitan perlindungan data pribadi, termasuk prinsip peminimuman data atau data minimization dan pengehadan tujuan atau purpose limitation dengan mengehadkan pengumpulan data kepada maklumat yang diperlukan bagi tujuan pengesahan umur serta melupuskannya setelah tujuan tersebut selesai dilaksana. 社媒平台掌握了很多就是不同国家人民的他们的个资，那政府究竟是不是有足够的 power 那个力量去制衡这一个社媒平台？希望说政府在未来会提出就是更明确的方案，说怎么要让这些科技公司遵守就是在马来西亚当地的法规。根据2026年4月统计，全世界已经有25个国家推出也是建议相关的法规。不过，到底应该采取用年龄来规定的禁令，也是讲依照无同的风险来实施分级的管理，各个议员伫试验。若要真正强化青少年的网络安全，必须对真侪方面、真侪方法做伙来进行，结合家庭教育、媒体素养、平台责任甲个人资料保护，这侪种方法做伙做。公司国际记者刘婉珊，马来西亚采访报道。国际有啥物要紧带，带大家做伙来看世界。印度的反对党伫个国会外口响应学生来抗议，医学院考试题目漏写，造成200万的考生得爱重新搁再考试的争议，要求教育部长普拉德汗就要落台。美国的能源部是宣布讲，已经甲沙烏地阿拉伯来达成民用核能合作的协议，引起美国两党的人士甲以色列这边咧烦恼讲相关的技术会互人偷摕来做核武。因为华府是强调协议内底有相关的预防保障措施。第二，最近落大雨做大水，已经造成至少13个人死亡，损断2800户的人家厝，也有真侪城镇是变作孤岛。因为第二个总统是已经宣布灾区进入紧急状态。继续来关心菲律宾甲中国的南海仲裁案，到当已经满10周年。其中，甲太平岛在内的南海诸岛认定是一般的石头搭，讲袂使当作是有经济海域。咱的外交部长林佳龙就搁再强调，太平岛是岛屿，是咱的领土。咱对南海的议题拢是保持死的原则，希望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争议，共同发展。菲律宾对中国南海仲裁案今年满10档啊，其中包含甲太平岛在内南海侪岛屿看作是大石，袂当有专有的经济海域。对这件代志，外交部长林佳龙直接强调，太平岛是岛屿，而且是中华民国的领土。太平岛当然是岛啊，它是我们中华民国国土的一部分。我们是希望能够积极的来促进这个和平的解决争议，来共同的发展。南海议题，林佳龙就指出，咱台湾有4点原则，用务实的做法，甲太平岛成做人道救援中心甲运补基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甲海洋权益。不只个最近断洋洲岛国巴布亚纽几内亚单方面宣布甲咱台湾的住处关起来，林佳龙就讲会继续甲巴纽政府交涉，嘛伫咧检讨台湾对巴纽天然气的采买。对于巴纽的这个时候采取这样的作为，我们掌握到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内阁有做出一个决定，就是会以2年的时间来进行对台湾跟巴纽关系的检讨。在巴纽方面是这个外交部长他个人以突击的方式，他个人的利益这事实上我们的了解，他们内阁其实他们专业的外交官是有不同的意见。巴纽的天然气，我们接下来要采取什么样的一个作为？对巴纽的天然气采购占台湾可能就是比例虽然不是到很高，但在巴纽输出是相当高，是将近1/3那他们国家也都了解，所谓的要关闭台湾的这个代表处，其实是会伤害巴纽的利益。另外，泰国总理安努廷前几天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了后，伫咧联合声明内底讲，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咱台湾外交部嘛强烈抗议，严正谴责。也若外界关心，是毋是会影响到台湾甲泰国免签证的台具？林佳龙回应，免签证的台具是以互惠对等原则来处理的。记者综合报道。有军事专家指出，中国解放军的直升机甲无人机伫这个月20是飞过台海的中线，伫咧咱国军的现航区内底长时间活动，有可能是咧演练协同作战。不过，有学者是认为讲，中国应该是要用直升机来攻击台湾，有可能是要配合无人机来执行观测的任务，或者是监控通过台海的美国海军的船只。呼叫中国海警14605，这里是中华民国海巡署 PP103沟艇广播。海巡广播区管这个月第3届走入来金门限制水域的4架中国海警船，同一天国防部公布查到12架次的中机、10架中艦甲7架公务船伫台海活动。中军直直了台，即马哪像有新出头？有军事专家讲，20了台4架次中机内底有1架直升机甲无人机飞过海峡中线，伫国军的阿九航航区内底活动超过9点钟。这是中国直升机头一届伫中线以东采取航航区飞行的模式。有可能和无人机进行协同作战的训练。中共的陆航部队这几年来，其实好几次在广东啊、浙江外海就演练这个陆航直升机出海的训练，但是很少在台湾海峡当面做，尤其没有在海峡中线附近做。这个直升机不但过了中线，还带着一个无人机，然后在中线以东的R9长时间的停留，让人怀疑。这不只是一个单纯的飞行，有可能是以后中共会在海峡中线附近，甚至中线以东，做不定期、比较大规模，甚至常态性直升机出海训练的一个征兆。不过，别个学者推测讲，中军相关直升机、无人机活动应该配合稳定火箭炮攻击点执行任务，这不是常态性的状况。我个人会认为，解放军并没有天真到认为可以直接用直升机来做跨越海峡的突击。如果它是陆军的直升机的话，比较有可能的会是这架直升机搭配了它的一个无人机，它进行一个察打一体的观测。因为如果我们从它这一次飞行的一个区域，跟之前远程火箭炮所打的一个区域，其实是有一些重叠到的。尤其刚一感嘛传出，属于美国海军的海洋调查船“兴信号”。自南往北通过台湾海峡，学者分析讲，中军出动直升机长时间伫台海中线，可能是要监视兴信号。记者综合报道。咱的查某排球队本地后礼拜要去参加佛摩萨国际女子排球邀请赛，不过这排球协会却是收到国际排球总会回函，讲台湾队甲香港队是无符合参赛标准，所以咱就要赶紧来改变队伍。新上任的秘书长黄宏钦就表示讲，因为这邀请赛都唔捌发生过这款的代志，会伫年会来沟通，避免这款的情形搁再发生。亚洲六强汇集新北，为亚运热身。中华排协10倍由新理事长潘玉良、秘书长黄宏钦，甲中华女排主力选手再一次宣传佛摩萨国际女排邀请赛，能够为我们在亚运会前能够组织一个这么好的热身赛，也能让中华女排在台湾的球迷粉丝面前，能够好好展现出目前现阶段的整体的实力水准状况。这届日本、泰国、菲律宾、香港、越南、澳洲名次女排队，伫7月30到8月初日要踮新庄体育馆拼输赢。不过最近亚洲排球联合会提醒排协，可能违反着国际排总的新规范，建议向国际排总提出合约申请。排协20日就消息，邀请赛会使办，不过每一个球队拢袂当有国家代表队的选手参加。过去也没有收到FIVB 或者是亚排联的通知说国家队不能够参赛，所以我想这个是今年我们共同会遇到一个突发状况。因为香港嘛是国家代表队，袂当参加比赛，排协赶紧协调，改由实力坚强的企业队，日营造女排队甲大选排球联赛季军高师大女排队比赛。买有售票的民众会当申请免手续费专业退票。排协讲，越南、韩国嘛有同款的情形，会伫8月亚排联的年会沟通。既然要有这样子的一个主动申请豁免的一个流程来说，应该也要把相关的资料准备啊，或者是一些细则，都必须要跟各国的排协来这边来去做沟通。排协讲，亚运女排培训队袂当参赛，不加可笑，马向正人核实的讲，经过这届事件，
已经就举办国际性的比赛的申请甲流程再提出确认，避免类似的情形搁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阳明高大43岁姓林的教授，顶日走去音乐教室，举刀踢死因同门的。这本人嘛是去予警方来开枪压制送病院治疗。目前警方是已经完成笔录。这嫌犯讲伊家己有出现幻觉、幻听，不过警方是对这口径有记录，讲会当嫌犯对病院出院了后，依照杀人罪嫌来移送予地检署侦办，继续厘清因端。你后退，刀子放下来，刀子放下来。警方提醒叫嫌犯导航，这月24日，在新德市三明路这间音乐教室，姓林的阳明交通大学教授提刀大死大细身，警方到现场对嫌犯的骹腿开枪，嫌犯紧急送医，经过要1礼拜治疗，警方已经完成初步审问。嫌犯讲家己有幻听幻觉，口径的内容也引起议论。他可能就是想要找一个理由，然后让别人不相信，然后让自己脱罪。应该不是他自己讲的算吧？其实他拿出他长期的就医证明啊，不要杀人才说自己有幻觉。可以脱罪的几率很高，但是我觉得还是需要有医院或相关机构可以去证明。警方表示，嫌犯讲家己当期有幻听幻觉，意识互人干扰，所以才做出这款行为。虽然警方认为嫌犯的讲法有变来变去的情形，但后续若有需要，也会交予医疗机关做精神鉴定。案件我们有做初步的厘清，那犯嫌的状况是恢复良好。那医生评估可以出院后，我们将会把这个犯嫌移送新竹地检署侦办。那目前尚在详细的厘清中。那如果有需要，会再委由专业的机构协助鉴定。警方嘛讲，嫌犯对待的时情绪稳定，讲话正常，有这款讲法，敢是为着减轻刑责，佮会厘清。等嫌犯对病院出院了后，会照杀人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新北市长侯友宜宣布，新北大巨蛋的地点确认会起伫咧树林的基湖南边，打算要打造一个有5万座位的多功能场馆，要拼伫咧2032年动工。因为这地点附近是有长咧起的捷运土城树林线、甲中和新路线、板南线、三英线等等，可会当接到高速公路，这交通是真利便。新北的民众一直在望的新北大巨蛋的选址出来呀，透过26项的专业评估指标，在6个有战力的场址内面选出树林、基湖南边、淡海日期进入最后的评估。那么因为树林、基湖的评分较好，确定新北大巨蛋要设在树林。当然，腹地主要的是新北市可以做全盘性的一个指导。这里面士林基湖有100多公顷，当中可以规划23公顷。都是产业运动园区。这个科技化的方式，文化展演的时候不用草皮，把草皮推出来。需要这个运动赛事的时候，再把草皮推出去。新北市政府是拼要 copy 台北大巨蛋的成功经验。新北大巨蛋规划5万席次的多功能场馆，做大型商场、饭店、游乐设施，结合运动比赛、文化展演和观光娱乐，变做新北第4都心带动树林商圈。巨蛋园区是伫咧树林新增和棒球的交界，我树林国民运动中心。新北大巨蛋确定落脚树林基湖南侧，记者实地走访，现场腹地相当广大。是否选定了这个23公顷的基地，要打造巨蛋园区，预计2032年动工。搭火车到树林，然后再看用什么交通工具的方式来这附近。对，所以如果等这个捷运如果盖好的话，对，当然会更方便一点。可能还是要看后续盖起来有没有办法适应。新北大巨蛋上济当抵5万人，这侪人安怎疏散交通运输是一大考验。在公路的方面，会当透过第65线接国道1号和道3号，铁路运输有树林火车头，这运路网有土城树林线，有可能伫302年完工。未来接中和新路线、邦南线、三英线和桃园捷运的张线。新北大巨蛋附近有正在新建的捷运土城树林线 LG18站，未来顺利通车后，从这里步行走到新北大巨蛋不到10分钟。巨蛋来到树林啊，带动的是经济繁荣、工作机会，也可以吸引的本地及外地来的娱乐的地方。全台湾都要有3座的大巨蛋啊！除了已经营运的台北大巨蛋，台中超巨蛋目标伫2031年完工，新北大巨蛋规划伫2032年起，要变作北台湾的新地标。记者综合报道。
台湾有真侪老家，煞直接发生在台湾头尾，有诶台湾尾嘛买得到，根本就无在地特色。就有学者来分析讲，因为少年的人才流失，或者老家创新的动能不足。即马政府甲民间就来成立国家观光智库，也就是台湾观光研训院，已经正式来挂牌。未来要协助发展在地观光特色，推向国际。红砖仔的厝配特别铺的步道，西老街哪行哪食，是台湾的旅客休困去佚佗的选择之一。但最近几年定看到社工有人讨论，讲老街咧卖，毋是因的堆仔，就是塑胶佚佗米，无啥物互人记条条的特色。我觉得深坑大家都会记得它是臭豆腐，或者是豆腐冰淇淋，或者是这个就是它有特色这样。那其他老街，如果你问我都答不出来它什么特色这样。实际来到老街，会当看到大多数店家经营者拢是这伙人。有学者讲，国较有创新能力的少年人才走去啊，这互老街相关的经营困境是愈来愈严重。高科技发展得很好，那他们都可以寄出非常好的待遇条件，所以变成吸引了很多人才都往那边移动的啦。但是如果不跳出这个范围的话，它就是容易变成是毛利不好啦。除了做出有地方特色的商品，旅客嘛认为讲，车路安全嘛是台湾的老街观光需要改善的所在。比如进行老街的观光，甚至是整体国内旅游气象的关键任务。为了提升台湾旅游的品质，交通部观光署和民间是做伙关注，成立台湾观光研训院，2日正式运作，会培训人才，推动观光创新和产业的升级。AI 的导入，人才的训练，还有嫁接，我们的软体还有硬体业界跟我们观光产业界中间的需求的平台，就是我们的角色。对中央愿意帮助导入智慧工具，提升观光产业的管理效率，产学界嘛真欢喜看到安尼做，因为 AI 提供帮助，会当省成本嘛提升效能。进一步的管理及时监测的话，你觉得会对商圈？当然会有帮助很大。台湾观光研训院强调讲，会拍拼做好专业研究和人才培育，希望保留台湾在地的特色。另外嘛，把观光推向国际。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新北孔仔寮的马公渔村，有上百年历史的石头厝甲海陆的文化。在地居民2018年的时阵，就有去申请做自录建筑群，文化局最后是伫咧审计大会决议无被定录。经过居民去拍官司7档，即马经2审胜诉，新北市文化局也表示会尊重判决的结果。今日匹马公渔村就看到石头厝，这是8年前居民直接伫遮找材料，兼顾挡正头的东北季风的功能起的，甲大龙搁伫咧海边啊，因为一寡土地和地上物互企业收购，居民看到石头厝的保存受到威胁。107年的时阵，申请甲渔村登录做自录建筑群，不过新北市的审计大会却做出无要甲登录的结论，互因因为安尼提告，伫经过要7年的诉讼了后，即马确定胜诉啊。我收到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最后一个保护伞，那就是文化资产的身份，能让这个地方不要被过度的开发，留下美好的一面，让我们的后代子孙也有一个很好的环境。这间已经开80档的杂货店，接手的江先生自细汉就伫遮出世生活。伊讲疫情过后，马公的游客增加，热天伊的杂货店要一半拢是游客。伊当然嘛希望保留老厝，保存在地的特色。石头即卖足少啊嘛，你搁甲拆除啊是啥物坏，当然足可惜啊。帮助拍官司的律师黄兴文表示讲，胜诉是为了替马公搁争取一摆机会，不过专案嘛是要等来到新北市文化局来做审理。但胜诉不代表马公就不会被拆了。我们期待新北市政府可以摒除过去诉讼上的主张，好好的再重新评估一次。针对法院经2审是判决马公的居民胜诉，新北市文化局表示尊重，袂阁上诉。接落来会登记文字审议的定书，兼顾文字的保存在地居民和公共利益。不过嘛强调讲，迄当阵无要登录做自录建筑群，是审议委员经过审慎的讨论和评估才做的决议。记者综合报道。今年是咱的总统直选30周年，咱选出来头一任总统李登辉，那是互人叫做民主先生。伊所提出的两国论嘛，对咱的政治发展有真大影响。即马就有学者来出版新册，透过中文、英文甲日文的官方档案资料，来写出李登辉的政治历史，嘛写出台湾民主化过程。
今年是总统直选30周年，台湾头一任的民选总统李登辉经历过1996年的大海飞弹危机，对台湾民主化有真大贡献。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员林浩庭出版新册《台湾的李登辉时代：以外国度的定数》，透过中英日文外方档案资料，去了解世界安怎看台湾民主化，嘛重新检视李登辉的政治历史。就除了我们自己想要了解我们当时这块土地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外，我认为一个更重要的是别人怎么去看我们，各国怎么去重要的这些国家怎么去看你台湾的民主化，怎么去看你当时李登辉所推动这一切的东西。作者认为，对李登辉一生会当看到台湾政治时势变化。为早期伊捌主张统一中国，到尾也提出两国论，定调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特殊国对国的关系，对咱国政治发展有深远的影响。作者指出，虽然李登辉主张帝国时期有无同的变化，不过伊的台湾本土认同唔捌改变过。那外交部长是认为讲，这本册会当互民众了解李登辉是安怎定缩台湾。第一层的重塑是其实是台湾的权力基础的重塑。第二层的重塑是国家认同的重塑。第三层重塑是国际位置的重塑。那么我们应该要学韩国，应该要学美国，档案应该要制度化，要怎么样有一个总统图书馆，或者有一个国家的这个叫做总统档案馆。国史馆的馆长是认为，若有学者要继续深化相关的研究，嘛建议政府要建立总统档案馆，设立更较完整的制度，让学术界有更较完整的资料，会当深化研究。记者郭金勇之港台北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伫咧南韩釜山举办，包含南韩的加罗林湾、希腊的奥林匹斯山、甲法国的诺曼底登陆海坪，拢要来争取列入世界遗产。世界遗产唔来当保存古迹，嘛会当保存珍贵的生态环境，也有自然景观。南韩西海岸的加罗林湾是当地唯一无大型捕虾的海岸。嘛是南韩唯一会当为陆地观察斑海拔的所在。南韩希望会使将加罗林湾加入世界遗产。가로림만은 세계 5대 갯벌로 평가받는 생태 자원의 보고입니다. 국내 제1호 국가해양 생태공원이고요. 그리고 2016년에는 국내 최초로 해양 보호구역으로 지정이 됐고 또 환경보호 가치가 매우 높은 곳으로 이렇게 평가받고 있는 곳입니다. 특히 가로림만 갯벌에는 멸종 위기종을 비롯해서 한 800여 종이 넘는 해양 생물이 서식하는 곳으로 높은 수준의 이 생물 다양성을 보유하고 있습니다. 南韩市长介绍加罗林湾珍贵的生态。另外，伫咧希腊这边，上官方奥林匹斯山，毋但是古希腊神话当中宙斯也有众神大的所在，嘛有丰富的动物甲食物，也有古早拜拜的所在，教堂甲修道院。希腊希望以自然也有文化的身份，争取列入去世界遗产。Εφόσον λοιπόν η έκβαση είναι θετική και ο Όλυμπος ενταχθεί ως μνημείο παγκόσμιας κληρονομιάς της UNESCO, είναι φανερό ότι πρόκειται για κάτι πολύ μεγάλο που υπερβαίνει όχι μόνο τα τοπικά όρια αλλά τα εθνικά όρια. Είναι κάτι που αφορά ολόκληρο τον κόσμο. Είναι πάρα πολύ σημαντικό. 镜头来到法国希望保存一段改变世界历史的战争基地。罗曼蒂登陆海沙堡申请案提出将近20档，总算开始审议。其中平均当年伫咧阿勒蒙辛外海起的双仔树人工港嘛，做伙列入去申请名单。Ce site avec son port artificiel est présent sur la liste qui est proposée au classement des sites UNESCO, en plus des plages de débarquement, car on considère qu'avec le rôle qu'il a joué très important, on peut considérer que c'est l'équivalent d'une plage de débarquement, même si les troupes n'ont pas directement beaché sur la plage. 公司新闻林义主编译。因为欧洲的克罗埃西亚拉布岛为着要对抗高温，也是靠这传统的建筑设计甲生活模式，就较唔免惊高温着山。伫咧法国的巴黎是靠地下管线来引进晒纳河水，打造天然的降温系统。克罗埃西亚的拉布岛，蓝蓝的天，甲真有特色的建筑物，评选做是欧洲6大上水的世外桃园岛屿之一。今年热人欧洲极端高温有够痛苦，各地拢抢咧买冷气。啊，毋过含者急要用家电降温的欧洲国家比起来，这个无够1万人的岛屿，雪饭代代相传的建筑甲生活智慧，早就有一套免开冷气、买当凉凉的避风。
Ideja je bila kod gradnje baš to, da se stvori sjena. Ovdje je grad osunčan, sve ulice su osunčane u podne. A prije toga uvijek i ujutro i popodne ćete naći dio ulice koji je u hladu. 拉布岛的居民伫咧热人会先透中昼出外，原因是因为无建筑物通假日。在地民众嘛用这种方式来分辨游客身份。笑讲伫咧日头请爷爷，搁咧外口乌白走的人，绝对毋是在地人。除了先透中昼出门，拉布岛旧城区用石头做的百叶桶、甲香灯桶啊，嘛是纳凉的撇步。 Ti kad dođeš na večer, sediš tu na taj balkon ili u kuhinji, bilo gdje, kad su otvoreni prozori i to sve. 拉布居民甲大自然共生的智慧，甲法国巴黎是互现代工程师转化做是公共建设科技的灵感。巴黎市区同款无外壳传统的冷气，颠倒是用塞纳河做一套地下天然控制的体系。On a 30 mètres de profondeur par rapport au quai. Et on a ici des machines qui permettent de produire le froid qu'on envoie ensuite sur le réseau pour livrer les abonnés. 这套地下设施广线有120公里长，甲摄氏7度的冰水送去建筑物吸热降温，温度爬起来的水，再个流倒转去厂房系统，再个抽塞纳河水来甲机器降温，最后排入去河内底，变做是一个降碳的循环冷却网络。规套系统使用太阳能发电，是100%减碳的环保设施。 目前全巴黎已经有超过900个机构用这款系统，包括 shopping mall、办公大楼、还有罗浮宫、大皇宫等等真出名的文化地标。以巴黎爱乐厅来讲，室外的高温卡袂到就突破40度，造成原底应该是7度的冷水，送去爱乐厅的时阵已经变做是15、16度。不止个，爱乐厅的建筑设计加隔热的效果，让室温可以当维持伫咧22度左右。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 伫咧新闻的最后，咱搁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26度至36度，中部地区25度至35度，南部地区25度至36度。 东部地区25度至33度，外岛地区27度至31度。也有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丁雅纯，祝您平安顺心，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